他也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哀家刚刚得知，这批秀女中混入了鳌拜的奸细。奸细？哀家是警告过他，以为他会收敛，没成想他更变本加厉了。哀家要是不给他发发威，看来他真是把哀家当成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了。我前几天和另外一个太医被院判大人留在院中值夜，没能找到机会出去。这几天夜里，我悄悄潜入御花园，每次等到半夜，都没能见到龙三。他会不会跟你一样，被派到某处值守，没有机会跟我对接啊？你这个结拜兄弟龙三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问了那么多人，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一个叫龙三的御前侍卫。不是。嘘。他跟我说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？你没什么江湖经验，跟他交往又不深，他未必会真心对你。可是我们是拜了把子的。拜了把子又如何？你对他，不也隐瞒了你自己真实的身份吗？都怪我，每次跟他接头都在京城第一酒楼，什么都没顾上，光顾着吃了，都没打探出他到底什么身份。这个龙三，肯定是宫里的人，究竟是不是御前侍卫，就很难说了。这紫禁城里住着上万人，不见得人人都互相认识。我再找人四处打听打听吧。我让雪姐姐和六师傅也帮我打探打探。从昨天开始，康熙那个小色皇帝就开始挑选秀女侍寝了。他一旦选中我怎么办啊？在此之前，我得赶紧找到龙小弟，让他帮我在皇上面前好好周旋。好，你最好画一张龙三的画像给我，我拿着画像去打听。好，今天晚上给你画，明天找机会给你。好，散了吧。太皇太后，秀女富察荣惠觐见。荣惠给太皇太后请安，太皇太后吉祥。抬起头来。是吗？玉兰姐姐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荣惠姐姐她……荣惠姐姐怎么了？她昨天不是被叫去侍寝了吗？她可是这批秀女当中第一个被叫去的，你不是还挺羡慕她的吗？她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？我们大家都吓坏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秀禾姐姐也去侍寝了，不知道她今晚的运气能不能好一点。我的天哪，我还是赶紧先画画吧。哎，朱哥哥，康熙那个小皇帝简直太无情了，刚刚临幸完荣惠，一转眼就不认人了，任由太皇太后就把他给杀了，真是伴君如伴虎，也不知道雪姐姐以后会怎么样。所以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找到龙三。龙三的画像呢？啊，全是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有点不太确定自己画的像不像，我就多画了几张。你这画的都是龙三？对啊，这张鼻子像，但是眼睛有点小。这张呢，这张眼睛画大了，下巴又不对。
这张下巴像，可是眼睛有点小。这个眼睛还行，但是脸盘子有点大。哎呀，反正都还差不多，你自己看吧。环梅，以前在谷里上课的时候，就叫你认真一点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，这时候批评我也没用啊。看来，我还是去御花园碰碰运气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龙三。你去吧。好。传皇上口谕，宣秀女玉兰侍寝。妾玉兰，谢皇上恩典。起来吧，随咱家前去沐浴更衣。李公公，秀禾呢？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？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也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哎，姐姐，公公，可知道秀禾犯了什么过错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？可否提示一下，也好让妾吸取教训。这个嘛，咱家也不清楚。主子们要赐谁死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，谁又敢多问呢？玉兰不会啊！真后悔，早知道我就不进宫了。真像我这样。龙小弟啊，龙小弟，我要是再找不到你，恐怕我也顾不上什么执行任务了，只能一个字：脚底抹油，溜了。混入秀女中的3个奸细，都被哀家给处置了。这下皇上该清静了。皇祖母，如此一来，鳌拜一定会对你老人家怀恨在心的。这宫中啊，爱哀家的，恨哀家的，就像哀家的头发丝一样多。如今他们也老了，这头发细的也都掉得差不多了。哀家就是为了皇上，不管他是明枪或暗箭，哀家都能挡得住。皇祖母，皇上常说，没有皇祖母就没有他，是您为他和大清江山撑起了这一片天。那是，哀家跟皇上相依为命，这么许多年不容易呀。皇上啊，是哀家的命根子啊，他只要不像他的皇阿玛，哀家就心满意足了。皇祖母放心，皇上不会重蹈先皇覆辙的。这么多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对哪个妃子特别上心过。宫里来了那么多的秀女，皇上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。他才多大，正当年少，又急于亲政，这男女之事啊，自然不往心里去。当他的朝局一稳定，那可难说了。你看他的皇阿玛遇到那董鄂妃的前后判若两人呢。玉兰也被赐死了。康熙那个小皇帝一定是疯了，居然一连3天宣了3个秀女侍寝，等天一亮，就借口他们事后不周，把他们交给了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竟然把他们都给赐死了。这事儿不对。康熙性情沉稳，不像是那种喜怒无常、嗜杀成性的人。而且清晨告诉过我，康熙召他侍寝的时候是很温存的，一点都不难伺候。那他怎么会一连3天要赐死3个秀女呢？这事一定有蹊跷。可惜我和清晨想了很多办法，都没有找到龙三。不然可以让奕欢去问问龙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六师傅放心吧，奕欢已经想到找到龙三的办法了。哦，是什么办法？既然奕欢找不到龙三，那就只能让龙三来找奕欢了。老三，
哪儿呢？那儿呢。哎，奇怪了，这谁呀？啊，居然这么大胆儿，在这紫禁城里给我放孔明灯。义父，此事蹊跷，这孔明灯上还印着2个字“龙三”，这会不会是什么行动暗号？纳赛，你带2个弟兄，把这盏孔明灯给我取下来。这，你们俩去御花园里看一看，到底是谁在放孔明灯，有什么目的？这。走，我们去保护皇上。这。皇上还没有就寝吧？皇上正在批阅奏章。我有要事要见一下皇上，有劳公公帮我通禀一下。好，左大人，请你稍后。怎么样，李公公？左大人，皇上宣你觐见。啊，多谢了。皇上有旨，撤回御花园搜查的侍卫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再发现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孔明灯，一律直接上报，不许私下议论，违旨者斩。这。左大人，皇上这道旨意到底有何深意啊？当奴才的，不要随便的猜测圣意，按旨办事。老奴失言了。